的小朋友，还有广大的观众朋友，你们为了我的村长，特地跑到这里来为我捧场，谢谢大家，我在这里再谢谢你们。老师一会儿要抽出剧场内的任意3排观众，那么我们现在先抽奖。老师，请您抽出3排观众。好，让我们来看看这3排幸运观众。第23排、第22排、第15排。如果这3排的观众你们购买过这一盘专辑的话，请凭专辑跟票根到前台去换取我们王文娟老师亲笔签名的珍藏版碟片。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演出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光临，祝大家晚安，下次再见。
我们老师一会儿要抽出剧场内的任意3排观众。那么我们现在先抽奖，老师，请您抽出3排观众。青菜豆子啊，买一批新朋友，还有广大的观众朋友，你们为了我的专场，特地跑到这里来为我捧场，谢谢大家，我在这里再谢谢你们。好，让我们来看看这3排幸运观众。第23排、第22排、第15排。如果这3